極和，仲喺度發緊中頭獎嘅大夢，諗住靠嗰2蚊紙就同我呢啲人平起平坐，醒下啦！如果你仲未睇穿呢場由嚴密計算、針對人性弱點而設嘅精密收割，你呢世都只會係資本森林入面被人割完又割嘅韭菜。講真，呢個世界邊有咁多大隻廣？彩票之所以賣得咁好，唔係因為佢俾到你希望，而係因為佢利用緊你嘅貪婪同盲目。呢2年全國彩票銷售額跌咗20%嗰幾，縮水幾百億，呢個數據話俾我知，大家終於開始醒啦，明白到發達係靠手，唔係靠抽。你可能會話2蚊嘅嘢買嚟開心下，使唔使講到咁嚴重？我可以話你知，最恐怖嘅陷阱從來都唔係嗰種一鋪清袋嘅陷阱，而係呢種唔痛唔賣嘅陷阱。因為佢細，所以你唔會警惕；因為你唔警惕，所以佢可以年復嗰一年咁喺你身上抽走一筆又一筆你冇為意嘅小數目。等你有一日認真計翻條數，先發現原來30年落嚟，你已經送咗俾人1層樓嘅首期。我今日唔係想教你點中獎，而係想由淺入深話你知，莊家永遠唔驚你贏，最驚你唔嚟。如果你想貼底戒咗個窮人思維，唔再將份糧送俾人使，而家就訂閱我。留言區話：我知你曾經買過幾多次彩票，等我幫你算下，你呢幾年交咗幾多智商稅。如果你仲覺得自己係萬中無一嘅天選之子，咁我用數學嚴謹咁話你知，所謂嘅大樂透雙色球中一等獎嘅機率大概係2000萬分之一。你對2000萬呢個數字可能冇乜概念，咁我換個貼地嗰啲殘酷啲嘅講法。據講全世界每年有10幾萬人係食嘢噎親出事嘅。結合翻人口比例，你行出去食餐飯發生意外嘅機率都比你中大樂透高出成幾百倍。你連食飯都仲有得驚，點解你會覺得幸運之神會喺2000萬人入面偏偏揀中你？再講下嗰啲所謂嘅6等獎，中獎機率1/16，獎金5蚊。翻譯成人話就係你要買16次，花32蚊先可以保證中翻5蚊。呢份投資嘅回報率係負84個百分點咁嘅生意。切喎！除咗開彩票嗰個邊個做邊個蝕底，你可能會話我唔係計住贏錢，我買嘅係開心，係刺激，係1個星期嘅期待。合和呢句說話聽落好似好豁達，但你有冇諗過呢種期待本身就係設計出嚟俾你消費嘅產品？你付出嘅2蚊嘢唔係中獎機會，而係一個由開獎前夜到開獎嗰刻嘅情緒過山車。呢個過山車坐完一次又一次，你嘅荷包越坐越薄，但你嘅期待從未兌現過。我喺呢行咁多年，最講究就係規矩、勝算同概率。彩票呢樣嘢，佢從來唔會同你講資產配置，佢只會利用嗰啲喺玻璃箱入面亂跳、完全冇規律嘅乒乓波去套走你袋入面最乾淨嘅血汗錢。聽完呢段數學分析，錢話你係咪覺得以前好冤枉？快啲點讚收藏呢篇內容，轉發俾你身邊仲執迷不悟嘅朋友。救得一個得一個，最令人費解嘅係點解彩票開獎永遠唔係同步嘅？明明已經截止售票，點解要等半個鐘甚至更耐先至開獎？
呢段中間嘅空窗期，執和你冇得睇，冇得問，只可以坐喺度死等。呢個就好似你同人玩牌，你先翻開底牌俾莊家睇，莊家話要入後台處理下數據，整理下程序，過咗半個鐘先再翻牌，話大過你一丁點，你除咗認命仲可以點？我唔會話呢個空窗期入面實際發生咗乜嘢事，我冇證據，我亦都唔想信口開河去屈邊個機構作弊。我想講嘅係另一樣嘢，你要先攤牌，對方後攤牌嘅決稿先至係問題嘅核心，唔使有人做手腳，單資訊唔對等呢一點就已經足夠將你嘅位置定死喺弱勢嗰邊。你永遠係最先落注，最後先知結果嗰個人，呢個先係遊戲設計本身嘅唔平等。唔需要陰謀論都成立。智商但凡正常冇被貪念蒙蔽嘅生物，本來都唔應該心甘情願參與一場資訊完全唔對等嘅遊戲。是啦，但奇就奇在，依然有咁多人退之若鶩，覺得自己可以喺茫茫概率入面揾到嗰1/1000嘅漏洞，覺得自己嗰次感覺特別準。呢種對自己直覺嘅盲目自信，先至係彩票公司真正靠嚟賺錢嘅嘢，唔係靠分你，而係靠你自己願意分自己。更加冧次嘅係，你身邊總會有一個人同你講，佢識得一套必勝公式，睇上期尾數，睇生肖，睇黃道吉日極和。呢啲所謂公式聽落好有道理，其實同占卦冇分別，因為每一期開獎都係獨立事件，上一期出咩號碼同下一期出咩號碼，記住冇任何統計學上嘅關聯。你越信呢啲公式，你只係俾自己一個唔只靠運氣嘅藉口去合理化你越買越多呢個行為。如果你覺得我講到入木三分，記得留言分享你嘅見解，順便關注埋我，等更多仲喺苦海入面愣扎嘅人可以早日上岸。彩票嘅危害有時比賭場更隱蔽、更致命，因為佢入場門屈極低，2蚊買一個，希望聽落去好似無傷大雅，應和。但呢種希望係一種慢性毒藥。佢唔會即刻搞到你傾家蕩產，佢只會慢慢磨滅你嘅鬥志，令你覺得努力工作、自我提升。牽扯不如縱然號碼拜神求臨嚟得實際。你有冇計過一條數？如果你每個星期買彩票要諗，要行去彩票站，要兌獎，要失望，前後後花你成粒鐘。30日落嚟，你花咗幾多千個鐘？呢啲時間本來可以攞去學一門手藝，儲一筆本金，陪一陪屋企人。你以為你買嘅係2蚊嘢，其實你賣緊嘅係你人生最貴嗰樣嘢，時間同埋一種等運到嘅心態，令你連去搏、去試、去捱嘅動力都冇埋。財不入急門，想一朝發達，通常都係通往貧窮嘅捷徑，甚至係萬丈深林。識得一個老友買咗30年彩票，每日都要去彩票站坐2個鐘，寫咗幾十本筆記，本記走勢，最後搞到妻離子散。死嗰日手上仲揸住一張過咗期嘅廢紙。恨最怕就係沉迷喺一種假象入面，自己感動自己，每次去買、去等、去兌獎嗰陣，而個和都覺得自己喺度努力緊，其實只係用一種好慘情嘅方式逃避緊真正嘅努力。你以為你係為咗夢想奮鬥贏，其實你只係喺為個唔使捱嘅幻想埋單。
真正嘅贏家從來唔係中獎嗰個錢和，而係識得睇透規則，然後轉身去做嗰啲真正有勝算嘅事嘅嗰個。我特別想同啲做緊爸爸媽媽嘅朋友講多一句：仔女喺度睇緊你點樣面對逆境，你今乜緊嘅係困難時去搏一鋪，定係困難時係起衫就去解決？正啊！呢個唔止影響緊你自己，佢會變成一種家庭嘅慣性，一代傳一代。你想你嘅仔女大個之後，將人生嘅希望寄託喺1張2蚊嘅紙度，定係寄託喺自己嘅努力嗰度？呢個答案你今日嘅選擇已經喺度回答緊。如果你想學更多社會生存嘅潛規則，記得關注我。我哋下期再見。講咗咁多，唔係想你恨呢個世界，知唔和？而係想你睇清楚一樣嘢。真正嘅財富從來都唔係天上跌落嚟嘅，瓷器靠你對市場嘅敏洞察，靠你日復日嘅勤奮，靠你識得將手上有限嘅資源整合得嚟嘅。彩票呢種遊戲本質上係一種貧窮稅，佢唔會向有本錢嘅人埋手，佢揀嘅永遠係嗰啲最渴望翻身、最急於改變命運嘅人。佢利用你嗰份急切，將你手上原本就唔多嘅資源，一次又一次集中去到少數人嗰度。你以為自己喺搏一鋪翻身，其實你只係喺幫緊個系統將貧窮固化落去。我今日想同你講嘅唔係要你灰心，而係想你識得心入面點光。做人最緊要係腳踏實地。你可以窮，但唔可以亂，唔可以將自己僅有嘅籌碼壓喺一場你連規則都睇唔清楚嘅遊戲上面。我哋每個人都想要美好嘅未來，呢個冇錯，渴望改變命運亦都冇錯。但未來從來都唔係靠嗰幾粒受算法擺佈嘅彩色波跳出嚟，而係靠你個對手一分一毫、一步一步咁創造出嚟。戒斷先至可以重生，放低幻想先至可以見到生活真正嘅色彩。心理唔係嗰啲數字喺屏幕嗰度跳動嘅顏色，唔係走勢圖度紅紅綠綠嘅顏色，而係你屋企人笑嗰陣眼入面反映出嚟嘅顏色。你有冇諗過，如果你將呢幾十年花喺彩票站嘅時間、心機同埋銀料，拎去陪屋企人食一餐飯，拎去學一門手藝，拎去投資自己，你嘅人生會唔會係另一個樣？贏一個頭獎嘅機率係2000萬分之一，但贏翻屋企人一個笑容，只需要你今晚早啲翻屋企。我希望每一個睇緊呢段片嘅你，都可以喺現實生活入面直和，用自己嘅智慧同埋雙手去贏攞屬於自己嗰個真正嘅頭獎。可能係一份穩定嘅工作，可能係一個健康嘅身體，可能係一頭家人齊齊整整。唔好再做嗰個俾人割韭菜，仲要幫人掃錢嘅老襯。生活本身已經艱難，但如果你仲不斷去買彩票，只會令呢條路變得更難行。贏要贏得光彩，輸要輸得清醒。腳踏實地嘅你，先至係你自己人生入面唯一嘅莊家。講到呢度，可能有人問，講就 easy 啦，咁我依家嗰種對生活嘅無力感，彩票又靠乜嘢頂住？呢個問題問得好。我唔係話你唔可以有夢想，我係話你要分清楚乜嘢係機會戰和，乜嘢係機率遊戲。機會呢樣嘢係你落咗力，佢先至會出現。機率遊戲呢樣嘢
係唔理你落幾多力錢，佢個結果永遠掌握喺你手掌心以外。你將時間心機投落機會嗰度，就算失敗，你都會有得着。你識多咗一樣嘢，識多咗一個人，或者起碼識到自己嘅底線喺邊度。但你將時間心機投落機率遊戲嗰度，無論你買咗幾多年，你識到嘅自我永遠都只有嗰個未中獎嘅感覺，一次又一次咁重複。我見過太多人將等運到呢3個字當成人生嘅救生圈。佢哋唔係唔知彩票中獎機率低，佢哋只係唔敢面對原來要靠自己呢個事實。因為靠自己代表你要捱，要試錯，要俾人拒絕，呢個過程好痛。但買一張彩票等一個開獎結果，呢個過程好簡單，只需要你交出2蚊一個星期嘅幻想。人性就係會簡單揀舒服嗰條路，但呢條路嘅盡頭通常都唔會有你想象中嘅風景。我想同你講一個真相，窮同窮嘅思維係2回事。窮係一種暫時嘅狀態。你依家戶口得返幾百蚊，呢個係現實。呢個唔緊要，因為狀態係會變嘅。但窮嘅思維係一種選擇，係你明明知道每個星期買彩票係負回報，你都揀咗繼續買。因為你覺得反正橫掂都窮，不如賭一鋪。呢種思維先至係真正令你困住嘅嘢。佢會令你放棄晒所有靠自己扭轉局面嘅可能性，將全部希望寄託喺一個你控制唔到嘅結果度。真正嘅重生唔係一朝發達，而係你有一日願意由依家開始一步一步咁行返出去。可能係你今日開始記低每一筆使費，睇下錢實際去咗邊。可能係你報咗個夜校課程，學一門手藝傍身。可能係你決定戒咗彩票呢個習慣，將嗰筆錢儲落嚟做應急錢，或者留返過年拎去買啲嘢俾屋企人。呢啲行動一個一個睇落好細好慢，冇彩票咁刺激，冇彩票咁快有反應。但佢哋有一樣彩票冇嘅嘢，佢哋會累積。今日行一步，聽日再行一步，1年之後你會發覺自己企緊嘅位置1年前完全唔一樣。彩票唔會累積，你買咗30年同買咗第一日中獎機率係一模一樣，你嘅處境亦都係一模一樣，原地踏步。生活可能真係好難，捱得辛苦嘅時候，真係會忍唔住諗，不如搏一鋪，如果中咗就乜都解決埋。但你冷靜諗深一層，呢種諗法本身先至係令你捱得咁辛苦嘅原因之一，因為你將個希望擺喺一個你控制唔到嘅嘢度，而唔係擺喺你自己身上。將希望攞返嚟擺返落自己度，雖然行得慢，行得辛苦，但每一步都係實實在在屬於你嘅嘢，冇人可以攞走。如果今日呢番說話有一句拍中你心入面某個位置，唔該幫我點個讚，而分享俾身邊嗰個仲喺度發緊發達夢嘅朋友。想睇多啲呢類戳破生活假象，幫你捂緊個荷包嘅內容，記得訂閱埋我個頻道。我哋下期繼續帶你睇清呢個世界嘅遊戲規則。